金牛座有機會上位，白羊座要去拜神，水瓶座有強勁嘅財運。大家同你揭曉本周嘅星座運勢啦。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. 大家好，我係I。上星期三嘅時候呢，就同大家做咗2月份嘅星座運勢直播啦。咁今個月呢，真係一半天堂一半地獄，而且呢個地獄呢，仲可能會分分鐘去到4月先至完噶。冇錯啦，就係大家最期待嘅水逆啦。所以如果你嘅太陽星座係屬於水象星座，即係雙魚、巨蟹同埋天蠍座嘅話呢，今次你哋呢會更加明顯感受到嗰個水逆嘅威力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 miss 咗我哋直播呢，可以去我哋嘅直播重溫嗰度收睇你哋嘅星座運勢。同時咧，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會員去睇整個嘅重溫足本版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 channel 嘅話呢，I 最主要每一個星期日會同大家分享嗰個星期嘅星座運勢，而且每個月仲會開直播同大家講解月份運勢添，亦都會即時解答大家嘅星座問題，有時仲會同大家開直播心事台做個人占卜添。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低下邊嘅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I嘅最新影片啦。好，我哋先講翻呢2月9號去到2月22號嘅兩周星座運勢。首先呢，就預祝大家農曆新年快樂啦，希望大家可以馬上行運，馬上有錢，馬上戀愛，馬上結婚，馬上生仔，乜嘢都馬上快啲有。咁直播嘅時候呢，其實都有提到噶啦，今個月呢會有2大能量嘅集中點，分別喺2月嘅上半啦，同埋2月嘅下半。首先呢，由2月7號開始，水星呢已經進入咗雙魚座噶啦，屬於水星嘅弱勢位。所以接落嚟講道理咧，真係冇乜太大作用嘅，反而咧可能你哋打嗰啲友情牌啊、情義牌啊、感情牌啊更加有用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大家嗰個頭腦咧都非常之情緒化，所以咧有啲咩咧都會發大嚟講啦，好多嘢咧都幻想到最誇張啦、最扭曲啦，完全咧係成個情緒咧都佔據咗整個腦袋噶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應付呢個人際關係嘅時候咧，就更加要小心啦。另外啦，2月14情人節快樂嘅時候，竟然係土星進白羊嘅日子。土星同海王星咧都喺白羊座噶啦，咁所以咧到時咧就會將大家咧拉翻去現實世界，即係愛情嗰日唔知現實如何啦。咁所以咧，接落嚟咧，大家除咗有情緒衝昏頭腦之外，自身嘅壓力咧都有明顯嘅增加。2月18號嘅時候，太陽就會進雙魚座噶啦，先進所有嘅雙魚座寶寶，今年生日快樂！希望咧你哋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。太陽進雙魚咧，雙魚嘅力量就更加越嚟越大啦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有太陽、水星、金星都喺雙魚座，所以接落嚟呢，嗰啲一直受委屈、明顯被打壓嘅受害者，甚至一啲弱勢社群呢，將會得到非常之大嘅幫助。未來2星期呢係屬於水逆嘅停滯期嚟噶，我相信呢，大家嗰個水逆感呢應該非常之明顯噶啦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係嗰句啦，記住要留意下自己嘅電子產品啦，同埋溝通嘅方式呢，都應該要有所改變。好，我哋先睇下呢，接落嚟每一個星座2個星期嘅星座運勢先。首先呢，就係過得特別流行嘅星座啦，分別有巨蟹、獅子、天蠍、人馬、雙魚同埋天秤座嘅。先講巨蟹座嘅大家先。巨蟹座嘅朋友，呢段時間如果你係 plan 去旅行啊，又或者可能 plan 去出國嘅時候呢，可能交通方面呢就真係要留意一下啦。畢竟呢，水逆停滯期呢，嗰個交通嘅阻礙感呢，真係絕對唔少嘢噶。又或者可能你本身要開一個重要嘅會議，就記住提早啲出門口啦。甚至平日翻工呢，都好容易會遇到一啲交通意外啊，或者交通擠塞嘅事故。又或者可能呢段時間呢，你會成日都漏嘢喺屋企啦，突然間要翻屋企攞啦，或者帶少啲藥啊，帶少啲文件啊，諸如此類，騰嚟騰去，騰嚟騰去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呢，我會建議咧巨蟹座咧，對於安排行程啦，又或者照顧下你嘅3C 產品，即係電子產品方面咧，都特別需要留意一下嘅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係守護星2.0，意涵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獅子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呢，我會建議咧你哋要嘗試做一啲唔好後悔嘅嘢，因為咧你可能一廂情願諗住投放落去咧就會有收穫，反而咧會令到你大破財。例如你一廂情願買個好貴重嘅包包啦，你發現原來另一度咧會有更加大嘅折扣，又或者咧可能你需要咧投放一大筆嘅資金去一個新嘅投資機會啦，或者一個新嘅財源機會，但係咧可能同你想象之中咧都唔一樣嘅。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
某程度上咧，呢一個嘅唔一樣咧，可能其實係施指咗咧有關溝通方面嘅誤解。可能你以為擺咗呢筆錢落去之後咧，3個月之後咧就會回本3倍噶啦，但可能其實你哋溝通上面有誤解，甚至咧你工作方面都係一樣嘅，好容易咧會因為誤解咧而造成溝通不良嘅方面嘅。咁所以咧施咗呢段時間咧就要小心啲啦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守護星1.0，二項指數有2粒星。至於天蠍座嘅同伴們啦，呢段時間咧，我相信你哋最需要嘅咧就係發洩情緒，冇錯，係發洩情緒。你哋咧已經內耗咗超級耐啦。作為太陽星座嘅我咧，絕對明白嗰種內耗感咧係持久咗好耐嘅，應該由上年咧到而家都好似未發洩過嗰度火。例如你可能對某啲人唔高興啦，對某啲人事物唔高興啦，甚至對可能某啲工作環境睇唔順眼啦，好似阿 I 咁樣啦，永遠都睇自己鋪頭唔順眼，因為非常之亂。咁當然啦，部分呢個亂咧係自己造成嘅。OK， 我驚同事聽完之後會打死我。咁當然啦，除咗呢方面之外咧，仲有其他人啦。有啲人咧可能你一直都忍咗好耐噶啦，諗住當佢朋友所以唔出聲啦，又或者咧可能你諗住佢同事啦，忍一忍定一定啦，甚至嗰個因為係重要嘅客戶嘛，你點都要忍受一下嘅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天蠍座係非常之內耗，好多嘢咧都係忍嘅啫。咁我會建議天蠍座做啲咩咧？真係揾一個發洩嘅出口，無論你鬧枕頭又好啦，打公仔又好啦，定係自己用紙筆寫出嚟都好啦，你必須要揾一個宣洩嘅渠道，因為呢段時間咧完全係心火盛啦，瞓得唔好啦。你哋有冇 feel 到自己口水成日都好乾啦，成日都好想飲水啦，有啲滋潤嘅嘢啦，甚至擤鼻涕啦，擤到有鼻血等等嘅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，我會建議咧天蠍座快啲冚熄咗自己嗰把火會好啲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水1 2.0，人數有2粒星。至於人馬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咧屋企咧會成為你哋嘅重心點，可能屋企有好多嘅聚會啦，可能呢段時間需要佈置屋企啦，因為就係新年啊嘛，可能要打掃一下啦。就算喺屋企休息都好啦，都係咧無啦啦要走去打掃下呢度，打掃下嗰度噶啦。畢竟咧作為中國人嘅我哋咧，農曆新年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咁啊打掃得好啲咧係好啲嘅。咁但係呢段時間咧就比較煩啦，因為好多時咧屋企咧有好多嘢做，明明嗰日係 day off 嘅，但係總係唔知點解咧喺屋企咧就非常之多嘢做啦。無論係父母吩咐又好啦，自己想打掃一下屋企都好啦，總之成個屋企咧都好鬼多嘢要搞嘅，搞到咧都幾攰嘅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水1.0，人數有2粒星。至於雙魚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咧，如果你想緩和一下你嘅焦慮咧，不妨將你嘅內心說話講出嚟。其實好多水象都一樣噶，同天蠍座、巨蟹座其實講嘢都係差唔多，就係咧你哋應該要將自己心頭裏邊嗰度火啦，嗰個內耗感啦，應該要解決佢。可能雙魚座你要解決嘅地方係因為同你原生家庭有關啦，可能你嘅家庭唔認同你啦，你嘅父母唔拜你嗰套啦，你嘅兄弟姊妹同你關係非常之差啦，所以呢段時間咧，雙魚座好容易咧就會爆出嚟啦。呢個爆出嚟咧，直情咧唔係會幫到你發洩嘅情緒，反而咧可能會加重咗你個心很累嘅感覺。咁始終呢一嘢爆出嚟嗰段時間咧，你仍然咧覺得自己好似未放得低嘅。咁我會建議雙魚座咧接多啲身心靈嘅嘢，例如拜下神又好啦，做下占卜都好啦。對於雙魚座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安慰嚟嘅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水1.0，人數有2粒星。至於天秤座嘅大家啦，你見到自己月份嘅排名都知道自己好幸運係咪？呢段時間咧，天秤座咧完全係唔可以休息嘅，係非常之忙嘅，行程係好無係爆滿嘅。可能你要今日負責屋企打掃啦，聽日要去拜年啦，後日咧就要整理呢樣啦，整理嗰樣啦，非常之多情況出現。又或者咧，因為你好睇唔順眼某啲嘢咧，又走咗去執咁樣啦。首先第一啦，屋企非常之繁忙啦。第二啦，就係同你嘅健康有關啦。你會發現自己身體健康咧，總係有啲呢度有好似有啲唔舒服，嗰度又好似有啲唔舒服，好似有少少胃唔舒服啊！突然間又好似腸少少唔舒服，腸完之後咧，好似突然間又頭痛，頭痛完之後咧，好似突然間又胃痛，胃痛完之後咧，可能又急屎咁樣，諸如此類啦吓。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，天秤座咧，你哋絕對因為壓力太大而導致你身體咧係比較辛苦嘅，咁記住要好好照顧身體啦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水2.0，人數有2粒星。至於呢2個星期過得安心嘅星座咧，分別有白羊、雙子同埋摩羯座。
先講白羊座大家先。白羊座嘅朋友呢段時間咧係你最好嘅休息機會啦，我會建議你多啲休息，瞓多啲又好，放下假又好，去下離島呼吸下新鮮空氣又好，或者多啲接觸身心靈嘅，去下 cafe shop 啊，睇下玩下貓啊，又或者可能去燒下聖木啊，燒下鼠尾草啊，等自己淨化身心靈啊，又或者去郊外望多啲綠色植物啊，唔好留喺市區等等。呢段時間咧，如果白羊座再唔休息嘅話咧，嗰個土星咧就會壓垮你哋噶啦，因為即將接落嚟你哋咧係會有好重嘅責任啦，同埋壓力需要做嘅，咁所以我會建議白羊座先休息好先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守護星1.0，陽指數有3粒星。至於雙子座嘅大家啦，呢段時間咧你係好忙嘅，可能因為都差唔多新年啦，咁啊，所以你就會越嚟越忙啦。你會發現自己咧喺工作方面咧會有好大嘅責任啦，或者需要擔當好多嘢啦。可能你會受到老細嘅提拔啦，所以導致你要負責一啲好重要 project 啦，或者某一啲嘢要 in charge 啦，甚至可能要管理同事啦。咁呢段時間咧，對於好多嘅天秤座嚟講咧，好容易咧會因為水星嘅停滯咧而溝通不良。嗱，要記住吓，水星係你哋嘅守護星嚟嘅，水星一旦停滯甚至逆行嘅時候，絕對會非常之影響雙子座你哋關於溝通方面嘅嘢。咁所以咧，記住啦，要聽清楚老細嘅指令係啲乜嘢。如果你發覺嗰個老細講嘢咧九唔搭八啦、糊裡糊塗嘅話咧，我會建議你問清楚、講清楚會好啲嘅，尤其是咧水星雙魚座咧，其實好多時講 feel 嘅啫，即係咧佢哋可能講嘢咧九唔搭八㗎，想話啊你幫我做一啲嘢令到呢件事睇起嚟 colourful 啲，跟住你就會開始諗啦咩叫呢件事睇起嚟 colourful 啲，即係個 feel 係啲乜嘢嘅啫，而唔係實際講啲乜嘢嘅。咁所以對於雙子座嚟講咧，釐清嗰樣嘢嘅感覺代表住實際嘅乜嘢咧，對你嚟講非常之重要。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水2.0。陽數有3粒星。至於摩羯座嘅大家啦，我建議摩羯座呢段時間咧可以計劃一下出國啦，去遊埠啦，去下旅行啦。就算唔係新年假去放假都好啦，可能係復活節假都盡量安排一個小假期俾自己。畢竟咧摩羯座真係辛苦咗好耐。如果大家有睇到我講2026年嘅整體運勢嘅話，應該都知道自己排名咧係非常之高嘅，即係尾3嗰幾個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對於摩羯座嚟講，難得你有一個休息嘅機會，咁啊多啲去玩下啦，同啲兄弟姊妹聚會一下啦，同你嘅朋友、同學、同事多啲聚會一下，對你嘅身心咧都會好好多嘅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守護星2.0，人指數有3粒星。最後咧就過得輕鬆開心嘅星座啦，分別有金牛、處女同埋水瓶座嘅。先講金牛座嘅大家先。嗱，金牛座呢段時間咧係非常之忙碌噶，尤其是係工作方面啦，又或者可能你嘅上司啦、老細啦、長輩啦，都會係成日都揾你嘅，又或者係你父母咧都會成日揾你嚟幫手做某啲嘢嘅。咁我覺得咧呢段時間咧對於金牛座嚟講咧，其實係受到老細嘅賞識啦，又或者咧係受到你父母嘅愛惜噶，所以你唔需要太過擔心。另外啦，因為你要負責嘅嘢好多啦，我會建議咧金牛座把握呢啲機會，因為咧呢啲機會咧會即將咧幫助你工作上邊咧會有上升嘅情況，會幫助咧你工作上面咧會有上升嘅。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守護星2.0，陽指數有4粒星。至於處女座嘅大家啦，係咪完全冇想象過自己可以榮升呢一個過得輕鬆開心嘅嗰個 category 咧？咁啊呢段時間咧忙嘅。其實冇乜星座係唔忙嘅 ，OK， 始終咧我哋新年咧要趕晒新年之前咧做晒所有嘢嘛。咁對於處女座嚟講咧，呢段時間都係一樣嘅，你都會非常之忙啦，有好多嘢要照顧啦。不過呢段時間咧，雖然係水星嘅停滯期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啲人都幾中意你嘅，幾欣賞你嘅，咩都會想揾下你啦，咩都想會帶住你啦，咩都會諗起你好嗰方面啦。咁所以我建議咧，處女座呢段時間咧，唔該擺低你哋嘅臭臉啦，擺低你哋嘅懶臉啦，擺低你哋嘅熱嘲爛諷啦，嘗試咧扮可愛一啲，令人更加討喜咧，就非常之好啦。畢竟咧嗰啲咧揾你嘅人咧，其實都位高權重啦，或者咧係非常之影響你日後嘅嘢噶。咁啊，記住變得可愛一啲啦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守護星1.0，人數有4粒星。最後咧就有水瓶座嘅大家啦，水瓶座恭喜你哋呢2個星期咧應該有幾勁嘅正財運，完全咧係多勞多得嗰種啦。尤其是如果你需要跑數嘅話咧，我相信水瓶座應該收入會唔錯嘅。就算唔係跑數嗰堆，可能都會即將有 bonus 啊，派下 commission 啊，因為始終都年尾啦嘛，會有獎金啦，可能會有開工嘅大利是啦，或者開工新年嘅 commission bonus 啦，大一筆咁樣啦。咁我相信咧水瓶座都幾開心噶。咁如果水瓶座想投資嘅話咧，我都會
建議你哋可以做一個少量嘅投資。嗱，千祈唔好攞大嚿錢嚇，你哋有少少嘅偏財運，但係絕對唔係大嘅，因為你哋嗰個大嘅財運咧，其實係正財運。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水係2.0，人數有4粒星。如果想買你哋嘅幸運水晶嘅話咧，歡迎嚟到阿 I 嘅 online store iCrystalHK.com 嗰度慢慢揀，又或者咧 PM 阿 I 等阿 I 介紹俾你都得。咁記住落單嘅時候咧，就用影片中嘅 promo code，大家咧會有幸運水晶嘅優惠㗎。好，咁今日嘅本周星座咧就到呢度啦。記住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eye，我哋喺 IG 或者其他影片 YouTube 度再見啦，拜拜。